咱所敬听的牧者，咱的众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咱得到咱的教会真大支持，互咱的台南新人医神学教育到目前拢真顺遂。我代表学校爱甲咱说多谢。今仔早起，我要甲咱思想一个题目。咱常常会想时间是甚物货？时间是咱上注意的。咱常常咧问讲今仔即马几点？今仔几号？总是时间嘛是咱常无在意、上无注意的。一日过去，一个月消失，一年就飞走。古早的列丁语讲了真好，讲 time flies， 时间飞走啊！第4世纪，咱的教父奥古斯丁嘛捌问过时间是甚物？伊讲：当你无问我时间是甚物的时，我知影时间是甚物；毋过当你问我时间是甚物的时，我较知影，我毋知影时间是甚物。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伊讲时间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数量 （continuous quantity）。现在是过去甲将来的之间，总是现在有偌久，我毋知影。所以700年后，当奥古斯丁拄到同款的问题，伊安尼讲时间存在时，咱较会当去改良，毋过过去已经无存在啊，未来嘛还未存在，现在是存在，毋过当你要改良的时，现在已经成做过去。咱今日所读的诗篇90篇，是一篇真水对时间来思考信仰甲人生的诗篇。伊讲到上帝的时间，甲咱做一个人的时间。上帝的时间是对永远到永远，伊是永恒，伊是创造万物的上帝。迄文学的表达非常的水，青年亲像过去的早工，昨亲像暗时的一更。总是人的时间呢，你有偌熬？70岁，勇壮到80岁，你会当夸口什么话？诗人讲，不过是劳苦忧愁。所以诗人就恳求上帝，假使因会晓算家己的日子，来得到智慧的心，也互因伫这个苦楚的日、患难的年，会当欢喜。这圣经学者讲，诗篇第90篇，这篇摩西的祈祷，是诗人照着摩西甲以色列百姓。因伫旷野流浪40年的时，因若只有活伫过去迄个埃及的受苦，若只有活伫现在旷野的忧愁，因就无法度想象迄个上帝要引带因到一个水流蜜的迄个所在。上帝永远要甲因徛起的这个所在。诗人是用摩西甲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流浪来安慰今仔日已经受掠伫巴比伦的百姓，毋通互过去甲现在的苦楚来袂记你上帝。上帝既然也无放弃伫旷野流浪的百姓，上帝也绝对袂放弃。今仔日恁伫巴比伦受苦的百姓，只要恁活倒转，活倒转，上帝也要活倒转。这就是悔改。
悔改的意思就是减掉路啊，爱活倒转，行好正确。咱咧读诗篇51篇17节，甲咱讲迄个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绝对无看轻。确实，因为只有咱的心灵会悲伤的人，英文讲 sorrow， 你才会当看到你的 soul， 你的灵魂。咱的心 heart， 常常挣扎伫 heaven 天堂，甲 hell 地狱的中间。17世纪英国的诗人John Milton 伫失乐园讲了真好，心灵是咱自我做主的所在。不过一念之间，天堂会当变做地狱，地狱也会当成做天堂。所以诗人爱咱伫有限的时间，来明白迄个无限的上帝，伫历史拯救一些咧百姓的上帝，就安尼知影，就是现在，咱伫劳苦忧愁的人生，爱活倒转，来亲近上帝。犹太人有一个故事真有意思。讲上帝创造万物，要互万物拢活了真公平，所以万物拢活30年，安尼真公平。一只驴子来到上帝面前抗议：上帝啊，30年伤久，我一生拢排迄个重担，搬来搬去，阁活30年。上帝想想的有道理，无活18年就好。一只狗仔来到上帝面前，嘛抗议：30年有够久诶！我的一生拢甲我的主人顾问，我的主人若看我无顺眼，阁会甲我趁呢。30年有够久，上帝想想有影，无你12年。一只狗仔来到上帝面前，伊嘛抗议：30岁有够久诶！我一生拢关伫家己诶，关伫迄个动物园内底，互人欣赏。30年实在有够久互你10年。最后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伊嘛抗议：30年较有够，毋当要，无论男女，毋当要成家立业。上帝想想嘛有理，阁互你18岁无够，阁互你12岁无够，阁互你10岁。讲这个人就要求离开上帝。这个故事真有意思。咱敢毋是出世到30岁，咱拢着爱拍拼，成家立业。30岁到48岁，咱就亲像一只驴子，背负家庭的重担。今仔住伫台北，明仔载毋知要搬去什么所在。48岁到60岁。咱敢毋是亲像一只狗仔，甲咱的后生查某囝顾问，伊若看咱无顺眼，佮甲咱踢吼。60岁到70岁，亲像我即摆安尼，亲像一只狗仔啊，关伫家己的动物园，互人欣赏。伊个人同款有真类似的故事，嘛真有意思。伊讲有一个女神。叫做 care， care 的英文咱拢知影，就是关心，关心着会烦恼，有关心着会烦恼。所以这个 care 过一条河，看着一堆迄个阿门陀土，就该摕起来，开始该戳一个人的形状，总是伊无法度互伊活命。拄好周比特行过来，伊就请周比特，是毋是会当互即个人灵魂？周比特就互伊灵魂，即个人就活起来。所以两个就开始伫遐咧冤家讲：爱号我的名，无爱号我的名。迄个土的神嘛起来讲：无嘛爱号我的名。所以三个伫遐到落尾讲：无咱来找迄个 Saturn 迄个农业的神。咱今叫做 Saturday Saturn 甲伊裁决，Saturn 的裁决真好。
就为着你互这个人灵魂，这个人死了后，灵魂就行礼。二土的神，你互这个人肉体，这个人死了后，肉体就行礼归土。总是客啊！你创造这个人，这个人活的时就属于你。你敢知咱是属于烦恼呢？属于客，属于烦恼。我咧看这个男女咧谈恋爱，吼，爱有迄个失败的心理准备嘛，吼，咱叫做失恋，吼，失恋。失恋无可怕。可怕是失恋，你当失去迄个生活的意向。逐工坐伫遐，毋知要创啥物货。失恋无可怕，失恋的可怕就是你失去迄个生活的意向。咱台北有一个真出名的牧师讲吼，咱台湾有一条失恋歌对无吼，甲改做福音诗歌。吼，明知失恋真艰苦，家在我有主耶稣吼。咱每一个人拢会破病，拄着困难，拢会烦恼。咱大多数的人袂因为安尼倒落去。烦恼、破病、困难上可怕的就是，咱会失去活落去的意向，失去活落去的意向。我常常甲学生滚笑讲，恁不想活的举手。真正有人会举手呢，活得不耐烦，你不想活，你为什么无要去自杀？伊就甲你抗议呢。如果我有勇气把自己杀死，我就有勇气活下去。自杀的勇气呢？咱这个世界的统计吼，迄个自杀上些是海地一个富人人，总自杀26遍，拢无成功。你毋知以前高雄爱河作潮的时对无？有人跳爱河自杀，跳落单喊救命，水伤臭吼。我咧读这个希腊的哲学家 Stoic， 伊讲勇气。就是互咱活落去真要紧的困难，总是勇气就要甲智慧结合，甲智慧结合的勇气，互咱会晓知影节制。节制偌重要，你敢知影？因为咱即摆若会当节制，咱5年后的咱，10年后的咱，就会较健康。所以勇气毋仅是节制。有智慧的勇气，也当追求甲别人的公平。所以智慧、勇气、节制、甲公义，就成做希腊人4种的美德。咱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阿奎那，伊就将信、望、甲听，佮甲伊加入去内底，变做7种的美德。咱知影信是啥物货？信就是咱伫过去所累积的、所明白的、所咱会当把握的，就是迄个听的经验。互咱因为听甲信，就咱的生命有愿望，充满愿望。奥古斯丁伫伊的忏悔录讲了真好，伊安尼讲，伊讲时间是存在伫咱的灵魂的内面。存在伫咱灵魂的内面，咱就会晓记得过去，咱就会晓注目现在，咱也会晓期待未来。就是人伫这款生命有灵魂伫咱的内面，互咱会当记忆过去、注目现在，甲期待未来。就安尼，伫咱的心灵的内面，会当听到上帝对咱灵魂的呼召。请问你过去有做啥物代志？
请问你过去有做啥物代志？请问你现在看到什么？请问你未来有啥物愿望无？啊，佫先讲伊家己，少年的时去共偷挽来啊，迄来啊实在是足歹食，哦，足歹食啊，等互猪食，是安怎要去共偷挽来啊？奥古斯丁讲有反抗立法的快感，吼。你如规定我袂当安那，我特别要甲你做反抗立法的快感。我拢常常甲学生讲，互你今仔无来上课，有反抗老师的快感，吼。咱信徒无爱来做礼拜，有反抗牧师的快感，吼。奥古斯丁伫伊的忏悔录，想到伊过去所做的毋对，受到情欲的束缚，甲体验到现今伊的老母替伊的祈祷，迄个教会温暖的包围，甲福音的稳定，伊就决心倒转改变，就安尼成就未来一个了不起的神学家。咱做一个有限的人，有限的人，咱知影咱是活伫时间的内面，咱阁知影咱无法度永远活伫，咱会死亡，所以咱就有死亡的烦恼，迄个 anxiety of death， 死亡的烦恼。咱今仔去公园散步、运动、食健康的食品，敢是要甲咱证明咱有 anxiety of death？ 我们活较久的，活较健康的。咱做一个有限的人，咱知影咱无可能逐项拢该拥有，所以咱得爱伫即个现在，咱活伫现在来选择，伫咱的生命内面是啥物会无袂使的，咱的终极的关怀。上帝是毋是咱终极的关怀？咱得伫现在做出选择，啥物我无袂使，对我来讲无袂使的意义。咱做一个有限的人。咱嘛知影，咱无可能完美。咱嘛知影，咱过去常常会做毋对。过去毋对的事实，已经无法度改变了。总是咱亲像迄个浪子回头的故事，互过去做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通过我的悔改，我的活倒转。有可能就改变我的现在，改变我的未来。伫这个时刻，我要邀请咱的兄弟姊妹，你回去下暗的时，把电话摕起来。有啥物人你捌得罪？有啥物亲人2-3年无来往啊？有啥物人你想要甲伊和好？甲伊敲一通电话，甲伊回信咧。无一定下暗开始，你的生命会改变。明仔载改变你的现在，也改变你的未来。过去毋对的事实的意义改变，就有可能改变咱的现在，甲咱的未来。请咱会记得，无论咱的过去发生啥物代志。咱的上帝现在要邀请咱进入伊的国度，这个福音的国度，咱若愿意，伫接受伊的瞬间，这个时刻，咱就开始在改变，就引出咱以后的每一个时刻，活伫伊的听的内面，为着过去的毋对来悔改，这就是永恒的现金。上帝永恒的活命，伫我现在的生命内底，互我倒转，互我改变。咱无搁活伫过去做毋对的悲伤，
伊也袂阁影响咱的现在。咱的现在就会愈来愈明白，什么回事？咱无袂使的终极的关怀，无袂使终极的关怀。也因为咱今仔日开始所做这个刹那，这个所做的改变，就咱以后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所做的选择，来推测成做咱以后得到上帝欢喜的命定。这个时刻，互永恒进入你的生命的内底。美国有一个真出名女性的黑人，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叫 Oprah Winfrey。有一遍，伊受邀请伫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伊讲：你若真正要得到快乐，你必须得要拥有比你更伟大、更高贵的代志，甲伊共同生活，搁去实践伊。这个高贵的理想，伊讲非常的简单，就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你若捌受过伤害，你就知影要安怎去帮助即马受过咧受伤害的人。你若捌受过痛苦，你就知影即马要安怎帮助遐个咧痛苦的人。你若捌过了无好，你就知影要安怎帮助即马过了无好的人，互伊过了较好一丝。伊的结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请咱就要拥有比咱现在更较水的理想，就是咱的上帝、咱的信仰，甲伊同行，来帮助别人，帮助需要的人。台南新学院创校的校长巴克勒牧师。伊少年的时，看人住真水的厝，伊真欣赏，所以伊期待将来伊会当赚大钱，嘛去住水的厝。当时伊大学的时，听到伫中国宣教的杜家德牧师迄个真水的见证，伊非常的感动，伊就开始立志要做这款的人。伫大学年的时，写伊的献身文。要将伊的一切心思意念、伊的财产、伊的感情、伊的理智，完全奉献给上帝。对迄个时刻开始，伊就活伫永恒的现今。伊有3个好朋友来阮当宣教，一个去印度，一个去中国，伊派来伫台湾。伊讲是安那上帝要派我来遮尔济山的台湾。伊讲伊对府城。行路去高雄的目沙带礼拜，爱行9点钟久。伊慢慢体会，上帝派伊来遮尔济山的台湾，是因为伊的脚长，真够行路。我听以前太平间教会的牧师王南吉牧师捌讲巴克勒年老的时，还去做太平间教会小会的议长。每一遍无道友问道理，也要来领洗礼时，最后巴克勒牧师会将圣诗306首，或者个要领洗礼的人对头到尾读一遍。我要邀请大家跟我做伙来读一遍，诚心奉献咱家己，诚心奉献咱家己，来体会迄个上帝的疼永恒。已经活伫咱的内底，咱圣诗306首，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用到一世，时极美丽献予主，为应当你万苦。我的手爱你，为着我主做切因。我把也要为你常常替你行过前，我的声音予你听，欢
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有遐尼大的福气，会当伫接纳你的国度这个瞬间来改变，来倒转，也互阮伫以后的每一个时刻，有你的听的引带。互阮明白什么会是阮生命无袂使的终极的关怀，也安尼就成做阮的未来，会得到上帝恩典的未来，帮助阮的教会、阮的兄弟姊妹，把握这个时刻，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咱的生命内底。互咱去想咱的过去有啥物唔对，来改变，就改变咱的现在，甲改变咱的未来。愿主的听圣神，夫妻兄弟姊妹进入阮的内心，阮今仔日伫这个时刻体会到上帝永恒的听。伫阮的心内，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